李家超率團訪問哈薩克期間，達成多項成果，其中國泰航空將喺明年嘅首季開通香港往來阿拉木圖嘅直航航班。隨團嘅國泰代表表示，希望透過直航發揮自身國際網絡優勢，聯繫中亞其他市場。國泰航空計劃喺明年第一季開辦往來哈薩克商業及文化中心阿拉木圖嘅直航航班，以空中巴士 A330 寬體客機提供每星期3班航班。呢個亦係唯一連接香港同哈薩克嘅直航服務。隨同行政長官李家超出訪哈薩克嘅貿發局主席馬時亨認為，隨住兩地經貿往來增多，交通需求亦會隨之增大，相信直航班數會有持續增加嘅空間。我覺得以今日咁多即係交通嘅接觸咧，應該咧嗰個班數咧係慢慢可以由航空公司去決定係咪應該加嘅。OK， 即係一個禮拜2、3班咧，開始咧係試水溫嘅啫，等到佢睇到有即係呢個生意啦，咁佢又會可能會再開多啲嘅啦。至於今次代表團出訪，馬時亨認為貿發局喺其中充分發揮聯繫人作用，包括協助內地企業出海，開拓新興市場。此外，隨住對哈薩克市場嘅了解不斷深入，局方唔排除喺當地設立海外辦事處嘅可能性，將會再作詳細研究。隨團嘅國泰航空顧客及商務總裁劉海思提到，同團嘅商務代表得知即將開通直航嘅消息，都感到振奮，認為將為往來業務發展提供極大方便。佢又表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具有重要嘅策略性意義，希望透過直航哈薩克聯繫更龐大嘅中亞市場。而航線採用嘅寬體客機配備貨艙，劉海思話：哈薩克資源豐富，相信對貨運都有一定需求。短期嚟睇，或者而家我哋睇到咧，其實貨運都有一定需求，譬如由電商啦，即係由內地啦，或者亞洲經香港可以嚟啦。咁亦都見到呢邊係譬如好多農業啊，或者其他嘅行業製造業啦，咁可能亦都好需要有啲機械，可能亦都會喺亞洲其他地方運嚟啦。佢又補充，公司將會積極拓展航線客源，包括喺香港留學嘅哈薩克學生，或者經阿拉木圖轉機嘅其他中亞留學生。此外，亦會同旅遊業持份者合作推廣，吸引更多遊客選擇直航去哈薩克遊玩，並同哈薩克嘅國家航空公司阿斯塔納航空探討擴大合作。鳳凰衛視記者陳其曼、吳建明、吳國健喺哈薩克報導。